珍贵的赞度国仁波切的弟子。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在讨论关于多杰雄登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尝试。那有时候在佛教中心或者是在禅修林，有时候在路上，那有些时候有人会问起我说，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怎么样条件的人，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可以修持多杰雄登？那其实通常遇到这种问题，我的回答其实是蛮直接的，就是说，那只要有心，任何人都可以修。其实答案也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可能需要多做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说任何人都可以修多杰雄登？那首先，当然我们要从多杰雄登他的身份、他的体性这方面来说起。那多杰雄登他是早就已经证悟的护法，他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他已经是佛了。那我们从这里其实你发现到我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佛的特点，佛的特点，佛的特点，证悟者的特点。那是佛的话，他必然他就没有分别心，他没有分别心的话，他当然肯定也不会对任何人有启示，那也不会有任何要求，也不会要求回报。而且佛现身世间，就是佛早已经证悟了，他大可不必再回来，不必再化现成各种化身啦，就是包括他的报身化身之类的，他可以不用这样子回来在世间。那为什么佛还在现身世间呢？那佛现身世间的目的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个而已，因为他们很慈悲，他们看到众生的苦，所以他希望自己既然已经超脱了轮回，自己已经觉悟了，他们也希望每一位众生都能够像他们一样，最终走向真正的一种解脱的一个证悟的一个道路。所以佛存在的目的呢，其实主要就是帮助众生。那既然它整个的存在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的话，当然呢就是越多越好，最好是每一个人最后都能够成佛。那所以呢，你可以可想而知，只要是你有心要朝这个方向去的话，那佛都一定会尽能力去帮助你。当然，就是佛菩萨护法，他们帮助我们的方式是有些不一样的。那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你说，这其实说起来还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白。那我们也都知道说，佛有84000个法门。我们知道说，很多佛都有不同的化身，也像文殊菩萨就有许多多化身。那千万个化身，那在不同的时代呢，他们还会特别的在面对不同的群众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断的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化现。那其实你想，如果说佛的目的不是要帮助众生的话，那他有这么多法门，这么多化身，他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你你，其实这些是从就是我们的逻辑常理上，我们也可以明白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不在乎一个人，那我们不是真心的去在乎那一个人，我们怎么可能会尝试的用心的使用这个方法，使用那个方法，就是想尽办法去引导他呢？这其实要想办法去引导一个跟自己不同的对象，是需要蛮花心思的。那比如说，那我们更熟悉的一些情况，就是在一个班级里，大家都上过学嘛。那在一个班级里，如果当老师的，如果他本身他相当骄傲，他对学生呢又有所偏爱，有些喜欢，有些不喜欢，那有些有分别性，有些老师喜欢静一点的学生，有些老师喜欢活泼一点的学生，有些老师喜欢高智商的学生。如果这些老师是这个样子的话，他有没有可能会愿意去用心思吧，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因材施教呢？其实，如果那老师不是以一种关爱作为出发点的话，他不可能会这么做。那
他当然也不可能会根据你的资质啊，或者你的学习能力的不同啦，来调整自己，来为难自己，来配合你的进度。所以，如果一个不真心的想要帮助每一个学生，不真心想要栽培每一个学生，希望他们能成才的老师，一个只是对自己的方式有特定的喜爱，执着于自己的方式，那只挑选特定的学生群的老师，他其实他只需要用他自己的那一套方式去教自己喜欢的学生就好了，他根本不需要去揣摩，也不需要去改变自己的方法。所以其实你从这里，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嘛，主要是让大家能够更能够去怎么说呢？联系到这个实际的情况。那佛八万四千的法门，他如果不是真心要想帮助每一位众生的话，何必有那么多的法门？他不是真心想要帮助众生的话，何必有那么多的化身？所以从这里我们又拉近了另一个大家常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都已经这么多佛教界就这么多护法了，我们有大黑天了，我们有卡拉鲁巴了，我们有大威德金刚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护法，那何必再多一个多解雄灯呢？那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跟之前我们所讲的东西其实是怎么讲呢？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很多次我们都在强调嘛，我们说多杰雄灯是这个时代的护法。那为什么说多杰雄灯是这个时代的护法？很简单，顾名思义，多杰雄灯是这个时代的护法，就表示说它的出现是配合现代人的需要，它顺应众生的需求。那说到这里，有些人呢，其实我真的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现代人跟古代人什么不一样？大家都需要吃啊、穿啊，大家都一样。你说人类的贪嗔痴自古以来都一样，那有什么不同呢？那有什么不同？其实我相信这些东西，你问问自己吧，你问问自己，问问自己平时的一些跟人的一种互动，或者是跟自己的尤其跟自己的长辈们，你问。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自己的祖父祖母啊，或者自己的父亲母亲啦、姨妈啦，或者是一些叔父辈的那些，他们常常都在说，哎，我们现代人越来越坏了，啊，现代人这个时代坏人越来越多了，现代人呢，怎么都那么不脚踏实地？怎么现代人都那么急功近利？怎么现代人怎么那么贪心？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常常听到的。我们其实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年轻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就说哎，怎么这些长辈总是讲我们这一代不好？那其实到了我们这一代，那我现在是中年人，那你看着下一代的时候，你觉得哎，怎么了？现在年轻人太没有耐心了，什么事情都要快，什么事情都希望能够一步登天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你就发现其实人其实是越来越不耐烦了，越来越急，越来越想要快速的达到目标。所以其实说，这的确，现代人跟古代人，虽然我们都是在一种三毒的一种驱使下在运作，但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需求的确是有不同的。从这一点来看，那所以这同时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我们佛教常说，哎，末法时代呀，弘法很难啊。那意味着其实要现代人学佛呢，那肯定学佛啊或者行善啊，那肯定是比古代更难的。为什么？现代人每天就是接触网络世界啦，节奏很快啦，什么东西都直接是要看到的，直接要看到成效的。那你跟他说佛啊，你跟他说因果啦，他看不到，他感觉不到，这跟他的学习的整个体制的系统，跟他思维的方式没有关系，也无法产生共鸣。所以其实要跟他们讲佛教的一种概念和理论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因为看不到，不是立刻的。那所以而且现代嘛，就是越来越多的骗子就是拿宗教当成了一个幌子，
作为一个理由，到处去招摇撞骗。那骗子太多了，我们报章上啊、网络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假的活佛啦，或者是很多江湖术士啦，可能有一些是骗钱啦，有些是骗色啦，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也影响，也导致现代人其实，而且我们都主要受到西方哲学的一种思维训练的，那我们只相信数据，我们相信证据，对于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也都不相信。那基本上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是学医的嘛，我自己本身之前对这一套也是持同样的一种看法。那看不到就不要跟我说了，我只相信我看到的。那所以宗教呢，信仰已经变成，甚至已经给人家看成是一种你是一个无能的人，或者是你没有其他出口了，你才找一个这样子的出口来让自己下台。所以我们说末法时期，常常说末法时期人在越来越，就是人的学佛的福报其实越来越少了。那即使是真的有一尊佛啊，在我们眼前出现，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也都会说，那是假的吗？那肯定是假的。他是不是在变什么把戏？那一定是想方设法去否认的，甚至也不愿意给佛菩萨开口的机会。所以早在几百年前，其实可能更早之前，那佛菩萨早就已经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文殊菩萨以这几多杰雄灯例子来说，那早在宗喀巴大师的时代，文殊菩萨已经预见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了开始就乃雄啊去见慈律主扎巴坚赞啊，那要慈律主答应化身成为护法了。再这样子在一直转了好几世，到了度过扎巴坚赞的时代，才出现了在圆寂过，才出现了多杰雄的护法这样子的护法。那这个护法的出现其实都是有铺排的，它并不是说因为某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才刚好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护法。其实不是，这整个东西它背后的基础其实是一个承诺，是一个守护传承的承诺。那守护这个传承的承诺为的是什么？那个承诺的目的是什么？那肯定是为了就是为了我们这些无名的众生。所以既然是设计来符合现代人需要的一个护法，那肯定它就是能够以现代人所需要的方式来配合我们的一种需要。所以多杰雄灯呢，从这里呢，多杰雄灯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特色，它就有这样子的特色。那特色是什么呢？那现代人什么都要看到，什么都要快。那多杰雄灯的特色呢，就是给你看到，给你快，你求什么给什么。我们讲这些东西讲得很笼统，待会我们再深入的讲多一些。那当然有一些虔诚的佛教徒，他本身是比较清心寡欲的，他就认为说，我们学佛就要减少欲望嘛。那当然是没错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除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之外，其实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对那些还没有开始接触佛法的人，我们有更宽阔的一种心去接受。那因为大家不是不想接受，那如果他因为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感受，那我们就当然就是有让他慢慢的去了解。那护法最初的方式也就是这个样子，他总是他必须，他不能说学佛是好的，你最终能够解脱，那你会得到最终的一种快乐，那永恒的一种幸福，那大家就会这样子去学佛。这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现代人不是这样子来运作的。那要让现代人来学佛呢，那首先当然是要满足他们的一些需求，让他们看到了，他们相信了，才有了信心，有信心了才会因为各种护法才有机会给他们提供各种的助缘呢，让他们能够慢慢的走入佛法的一个殿堂。所以多杰雄灯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崛起的。
那多杰雄登帮助的对象是谁呢？既然讲了这么多，其实大家都知道，多杰雄登帮助的对象是任何人，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年龄，不分文化背景，不分贫富，不分地位，什么都不分。因为其实他没有这样子的必要，他没有分别心。既然佛菩萨对我们没有要求，不要求我们回报的话，他当然就不会去理我们是谁。他唯一的，而且对佛菩萨来说，我们都只是众生，就是不断在六道轮回的众生。今天我们的肤色是什么？我们年龄是什么？我们宗教背景是什么？只要我们是人，那我们就在人道里。那如果我们是畜生的话，那我们还是在六道里。那六道众生算不算众生？也算众生。所以对佛菩萨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值得去看重的，所以他肯定都会帮忙的。那所以佛菩萨那边呢，基本上就是个样子。我们不需要去怀疑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用一种我们自己本身的一种想法去加以去揣测佛菩萨的一种想法，那不需要的，因为他是平等的，他是慈悲的，他什么人都帮助的。那但是讲到这一个呢，但是因为我们的需要，那多杰雄登呢，他特别就像我之前说的，他特别有多杰雄登五部，包括多杰雄登的主尊啦，还有西真怀柱这四个化身。那四个化身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它每一个化身都有自己不同的一种功能。比如说西就是我们的西泽，西泽主要是治疗各种疾病和平息的。那金泽呢，主要是增长的、增益的，那主要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啊，增加我们的寿命啊，增加我们的物资啦。这是金泽。怀呢，怀是望泽，望泽是一种怀摄的能力，怀摄就是它能够调伏我们自己内在的一种困扰和不稳定，也能够让我们有能力去调伏别人。就是如果我们动机是好的，那还有当然能够让我们去解除一些障碍。那另外最后一个呢，那个是杂泽，杂泽是最凶猛的那个相。那最凶猛的相呢，主要是能够去应付最艰难的各种情况，各种外力的一种干扰，邪恶力量啊、巫术啦等等。所以你从这多杰雄登主尊和这四个化身，你都知道他所覆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那他帮助的对象当然是就基本上是所有人。那什么人呢？那可能有些人讲像我，其实你这样讲其实太笼统了。那多杰雄能帮助什么人呢？那多杰雄登是谁？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嘛。那文殊菩萨是智慧佛，大家都知道的。那智慧佛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东西呢？那修多杰雄登其实也就等于它的好处跟修文殊菩萨呢，在智慧上的好处是一样的。那好处是什么？我们修多杰雄登，年轻人、年幼的正在学习的孩子啦，正在读书的考试的少年啦，读大学的啦，出来工作的啦，年老的避免老人痴呆症，希望自己记忆力好的啦，我们都需要多杰雄登，我们都需要文殊菩萨。那它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能增加我们的记忆，它能让我们有清晰的思维，它能够增加我们的专注力，能让我们学习能力有所提升，能让我们理解力能够有跃进。当然如果修得好，你的口才也能够有进步。所以这每一个年龄阶层的人都需要的，这是多杰雄登给予的一种智慧，关于智慧方面的。那健康和长寿，健康吧，那也是每一个年龄层人都需要的。小孩子需要健康，年轻人需要健康，中年人需要健康，老年人需要健康，这些其实不需要说的。那物资吧，物质也都是每一个人需要，从小到大。我们虽然我们的年龄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但基本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小时候需要最基本的吃啊喝啊，那长大一些我们需要买一些东西啊，再长大一点我们的欲望多一些，我们可能需要可能比较好的一个手机啦、电脑啦。那再长大一些呢，可能需要有车子啦、有房子啦。其实这些都是物质上的一种需要。那有一些需要已经不属于奢求了，所以多杰雄登修持多杰雄登的话，能够让我们在这方面其实
能够减少我们这方面的烦恼。它主要就是我们不至于说没有地方住，或者是没有钱吃饭，这些问题呢，它都能够帮我们解决的。这些是多杰熊登的一些，当然就是多杰熊登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帮助我们去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内在的、外在的。那所以包括比如说我们去申请一些手续啦，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件我们要搞一个生意啦，那或者是要跟人家合作啦，甚至是有时候有些官司啦，那多杰熊登都能够让我们都能够克服一些这样子的一种障碍和问题。尤其是对一些思考太多的太怎么讲呢？我们就常常讲想太多的人嘛。那你修习多杰熊登，它能够让你的思维越来越清晰，它能够让你克服那种各种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一种我们自寻的烦恼，那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平静。当然，他刚才讲过如果有外力来干扰，比如做生意的人常常有听到的，做生意的人常常给人家下降头啦、下巫术啦，那有些时候就一些桃色纠纷呢，也引来这些事情了。那如果是给别人恶意加害的话，而自己本身没有涉及的话，那多杰熊登其实是杂则呢，它是蛮很有效，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这些就多杰熊登能帮助我们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什么人可以修多杰熊登？学生可以修，幼童可以修，只要能够念他的经咒就可以了。幼童可以修，学童可以修，正在读书的青少年可以修，大学生可以修，出来外面工作的、打工的、士农工商都可以修，中年人可以修，病人可以修，老年人可以修，甚至是即将死亡的人也可以修。所以什么人都可以修。这个是多杰就是佛菩萨的慈悲嘛，对不对？所以什么人都可以修，但当然就是如果除非你自己本身你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宗教，那你的上师不允许，那是另当别论。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多杰熊登他作为证悟护法，他一定会很善巧的去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们升起信心，我们对他们升起信心，佛菩萨才有机会对我们施出援手。那其实这种情况就像病人对医生这样子，病人必须对医生有信心，他才愿意给医生在他身上开一个刀啊，动个刀子啊。而真正的好医生呢，是不会挑病人的。所以你大概记得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好医生是不会挑病人的，无论你是谁，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救好救活。但是在病人这一方面，他如果对医生没有信心的话，他就不会去找无论那个医生多么杰出，他也不懂得去找那个医生。那所以多杰熊登呢，他最初就是无条件，他就一直无条件的帮助我们。只要你开始去念诵他的经咒，那他就会开始来帮助我们，让你慢慢对他升起信心，这样子他才有机会，才能够来更好的帮助我们最终走向学佛的道路。那当然，作为我们这里呢，我之前也强调过，护法并不是凭空的帮我们送了一堆钱给我们，或者是凭空的帮我们消除掉我们的一些恶业，那不可能的，那完全不是，就是那完全是违背因果定律的。那如果我们要让护法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是需要一些努力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努力呢？我们需要的努力，当然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功德，那护法就更能帮助我们。我们有更多的善业，护法就能帮助我们。要怎么有功德和善业呢？当然我们就是要尽可能利他。做人方面，我们不要那么自私，什么事情都为他人着想，尽量减少那种就是减少世间法，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批评啊，不要什么都抢着要就是只要都是我的，唯我独尊啊，尽量不要这个样子。那当然，如果是你是有上司的话，更重要的一点呢，那其实那是应该是第一个应该提出来的。如果有上司的话呢，要完完全全的去依止你的上司，因为护法，尤其护法，如果这个护法是你的上司给你的话，那
护法基本上是听从上师的话的。如果你不听从上师的话，那护法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因为什么？因为护法是他知道你的上师所给你的各种各样的教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你能够有走向解脱啊、觉悟的一个道路。那如果你不听你上师讲的话，那护法又怎么帮助你呢？所以上师一指心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对上师跟上师的三昧也非常亲近的，对上师的一指心非常强的人呢，护法一定是会毫无疑虑的去帮助他。所以基本上讲，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升起越来越多的出离心，如果我们能够升起越来越多的慈悲和菩提心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给护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结论大概是这个样子。护法会帮什么人？护法什么人都帮，因为护法他是正悟护法，他是佛，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解脱，所以他怎么情况无论如何他都会帮你。那但是我们作为就是被帮助的对象，我们自己当然我们必须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让护法来帮我们。我们自己本身呢，也要很好的去配合他，让护法能够帮我们，所以让整个事情就能够更加顺利。所以我希望这个其实今天内容其实蛮轻松的，那不过也讲了那么多，那希望大家对这个将来呢，有人问起啊，护法谁可以修护法？其实什么人都可以修，但是要记得，当然如果是有上师的话，还是要强调，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上师，你还是要征求你上师的意见。那今天的分享呢，到这里为止。那我想看看这有什么问题。可能这个有点不太同步。目前似乎是没有问题的。我在这里没有显示有任何人提出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那就跟往常一样，在结束之前，我们记得一定要做一个回向，圆满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上慧名称是，说是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师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则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指相属二之意，祈愿三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醒恒常住。好，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